比賽啊！呢一場比賽咧就係打60公斤嘅，係打泰拳嚟嘅精英組嘅賽事。嗱，呢場比賽嘅台上權證係 Rex， 3位裁判係 Tiger、Anita 同埋 Tiffany。首先進場嘅係南方選手，代表 Warrior 嘅 Suki Singh。紅方選手代表九龍右室，請大家歡迎關海玲。真係啊！最識。呢場係精英組嘅賽事啊，女子嘅60公斤啊，咁啊女子咧就60公斤啊，喺女子嚟講係算係即係最重磅嘅啦，我哋常見。咁啊都留意啦 ，Suki Singh 啊，佢係印度裔嘅。啊，原來印度人咧係除咗舞蹈之外嘅嚇，都識打泰拳嘅。比賽開始咗啦！開始嘅時候見到咧就係關海玲咧就比較有信心啊！咁幾下都打中咗 Suki 個頭啊！打完即退嗰幾下亦都咧就係掌握得唔錯啊！關海玲啲拳啲角度係比較多啊！開始嘅時候咧形勢都係差唔多。Suki 想打兩下上爭，但係唔係好有。但係都睇到係啊，嗰個關海玲嗰個拳咧，反而打中咗幾下型嘅都。係啊，而家攬住咗啦，咁啊兩個一齊碌咗落地。攬住碌落地，咁啊拳證要將兩個分開嘅。哇！又嚟失狀啦！Suki 前撐。兩個一齊嚟咗個低數，關海玲嘅低數 ，Suki 前撐。關海玲咧，1、2加個數。兩個攬住咗之後，拳證見兩個冇動作啊！我睇嚟兩個啲埋身拍膝就都唔係特別擅長啊！我哋見到兩個攬住咗啊，又第一回合結束。第一回合打落，大家啲攻擊都唔係話太過有效，俾到傷害對手。個形勢都係比較近啊，大家你來我往，大家都有打中。咁啊，係，但係觀乎於兩個即係各樣嘅技術咧，咁啊關海玲嘅展現都係多啲嘅。係啊，佢一下咧右腳撐阿 Suki 前腳，
大髀嘅，做咗幾次啊，不過唔係話太過奏效，但係就相當有型。觀賞性加分。今日呢連串嘅比賽都真係幾星光熠熠㗎。咁啊，除咗係台上嘅運動員之外咧，即係佢哋嘅背後嗰啲教練啊，咁都係一啲咧就拳王級嘅人馬嚟㗎。咁啊，因為 Suki 身邊係有助手離場 second 周。Suki 佢嗰邊 corner 咧就有 Emily 啦，就係獨臂嘅 Emily。係啊，真係慘啊！啱啱打完一場係 One Championship 嘅咧，就甩咗臼。好，第二回合開始。呢班關開玲開始主動翻啲啦，係啦，咁啊睇下咧，打個左勾型嘅，兩個發揮有咩唔同啦？前鬥大家都冇動作，睇嚟兩個嘅埋身一都冇乜拍出動作嘅。又係右腳撐佢前腳嘅膝頭哥啊 ！miss 嘅呢幾下 ，1 2加個數miss 咗嘅，型嘅勾拳係啦，再勾，啲拳都幾準嘅，見到。但係同時Suki 都睇到。見到關佩玲嗰啲，關海玲嗰啲幾準嘅。哎呀 ，Suki 啱啱嚟個接腿摔，腳之後想 sweep 啊，但係唔係好成功。但係關海玲就企得幾穩啊，一隻腳都。但係小腿踢添。Suki 係咁踢低數。又再啱下。關海玲後手 ，Suki 低數。Suki 係不斷踢低數啊！Suki 都係好多低數嘅，咁啊，但係都幾容易睇穿咯，所以。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兩個抱前嘅時候真係冇乜拍膝動作，所以即係其實你都預咗攬埋就好快要分開㗎啦。Suki 係咁踢㗎咋，關海玲都知要擋啊。係啦，見到海玲原來嗰啲埋身膝撞係有嘅，做咗2下。哇！跟住嚟個接腿摔。第二回合完，第二個回合嘅形勢都係好接近啊，因為兩個都係冇咩嘢太多嘅板斧咧，去令到對方係受到重創嘅。各有優點咯 ，Suki 嘅低數咧就明顯踢多好多同埋重好多嘅，喺關海玲啲拳咧就打得比較好啊，有啲勾拳咧都打得好型。兩個抱前嘅時候係多嘅。咁但係抱前嘅時候咧，就係冇一啲相關嘅動作啦。咁所以咧，盡量都唔好咁樣用啦。我又覺得，除非你想 hea 時間啦。Suki 又有嘗試做過下啲技術嘅，想拉佢同埋想封住佢，俾佢上膝嘅，但係就冇咩自己頂佢嘅動作。咁始終你都係要頂佢先有優勢。助手離場 second 收。最後一個回合。好啦，咁啊，第3個回合開始咗㗎啦。後手。我哋都睇到阿 Suki 係中意用前撐同埋低數㗎。咁關海玲係用到嘅嘢係多少少嘅。關海玲今次想轉咗打膝，拳跟膝咁樣可能。打拳。關海玲嗰啲拳咧幾準啊！尤其是啲前手都幾有效率啊！幾下都打中阿 Suki 個頭㗎。埋身上膝。關海玲開始有翻多啲膝啦。第二回合都有。第二回合係啦，都見到關海玲有嘅，但係 Suki 就。即係唔係佢嘅擅長嘅地方啦。Suki 係比較多低數。係 Suki 前側同低數。關海玲又逼翻埋。關海玲又衝入嚟啦。
有 1-2 加個數。好動作分開。我聽到關海寧個 corner 啊 ，OJ 嗌直歐直啊，同埋啲拳都係幾有效率啊！所以 Suki 應該要小心對面直歐直啦。啊！真係直歐直。係啊，睇到係啊！阿家長都係見到，即係可能呢個已經變咗做阿關海寧嘅條件反射啊！條件反射。誒，因為打到去啲回合尾咧，就會咁樣噶啦。相當接近，都唔係真係相當接近嘅。咁大家睇下裁判點樣去判決啦。呢一場比賽嘅頒獎嘉賓係 LMF 24尾阿肥，有請。呢場比賽係打得好接近嘅，我哋得到不一致嘅裁定嘅，2-1，南方勝。